阿萨，我们现在去你那里啊。电话那头一说定，李明胜立刻带了工具出发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少艺术家敢这样做了。我的作品寄宿在别人家里达成某一种的互动。放在后车厢的画，即将要放在一般的生活场域。这是李明胜的大胆挑战，向民众借100面墙。安排谁哦？高超动的，打扰你了。好，还别那么客气。好，谢谢。营业店家的一面墙量好水平，自己装订，挂上画作，常常被误认是工人。李明胜却享受着贴近观众，让你家也是美术馆的过程。我们去看展览的时候，我们去到美术馆，或者到文化中心，或者到画廊去看展，大部分你看了以后，和你的关系比较很薄弱。天天看就会有交流和共鸣。他喜欢在画作中摆上收藏的小物品，人与环境的关系与山水的呼应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让透过网络征求而愿意尝试的民众有意外的惊喜。我们左右邻居还有我们的那个客户进来看到老师的作品，应该会带来一些冲击。我的小孩托在你家里哦，让自己的心血成为更多人的宝贝。得知有幼稚园也愿意加入计划，李明胜的车又启动。他有这么样的热心热忱，而且很想把这些东西带给小孩子，那我为什么不做呢？艺术可以是充满行动力的。李明胜选择的方式，就像画画时笔下的技巧，换个角度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吕老师推动这种绝无仅有的展览计划，令人好奇，这些寄宿在别人家的画作会带回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够操动呢，唔是声音；够操动呢，唔是声音。